怎么，不待见本钦差吗？那么，圣旨你们也要怠慢吗？陕甘总督以免接旨。臣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陕甘总督移免上负两朝委任之恩，下移征民导旋之苦，未喜无能，巧于退避，可属陕甘总督押解京城，交不益处，钦此。不对，我们商量好是整奎伦，是四川总督的奎伦，不是我。经略，你说句话，是你提议抛出奎伦的呀？你快接旨吧！移免老贼，你想抗旨吗？经略，哎呀，快接旨吧！圣旨已经到了，说什么都晚了。我冤枉啊！大家都一样，为什么拿我开刀啊？你找死！移免都能拿下，奎伦为什么不行？一面为敌，皇上要这样的总督干什么？奎伦不一样，奎伦他一直小玉贼首投诚，为朝廷出力。奎伦把青号匪首徐天禄打动了，徐天禄已经做好了归顺朝廷的准备，而你却利用这一点，诱捕杀害了徐天禄，向皇上邀功。皇上为这件事情窝火大。那只是一种说法，皇上也该听听我的说法。怎么讲？奎伦与逆贼相互勾结，松云向皇上禀报说，以免伪敌躲避。可是以免大军3次遭到贼寇的围困，而奎伦从未遭遇一次恶战。为什么贼寇从不围困奎伦大军呢？还有，奎伦与青号贼首徐天禄一直有往来，说是小玉贼首投诚，可是我们擒获了徐天禄之后，贼寇还在攻击官兵，这作何解释？贼首根本就没有诚意嘛。据我所知，奎伦从王杰那里得知钦差的行程，透露给湘匪贼首姚知府齐王氏，导致你落入贼手。你当我是孩子吗？我知道，那是你干的。这你就误会我了。我与这些贼首从没有接触，只有交手。好了，现在该我开价了。王大人，那2个狱卒我让师爷交给周廷栋，奎伦呢，你按照我的要求奏明皇上，除掉他。广大人啊，王杰正四处寻找那2个狱卒，万一王杰知道他们的下落，这就不好办了。广大人，这次真的是赢票。就算奎伦一条命吧。好，我们之间的误会随着左都御史接过这张银票，尽弃前嫌。王中堂传来了没？
不瞒朱中堂，鬼抓狐的密折就涉及到王中堂，皇上为难呢，所以没传王中堂。在朝廷里头，和奎伦来往密切的只有王中堂一个人。不过，微臣觉得，根据王中堂的品格，他不应该办出这种事情来。也许说者无意，听者有意啊。哦，还有，不知道他们两个人最近有没有过书信来往？啊？免了。皇上，大概情况微臣已经知道，王中堂绝不会背着皇上另做安排。朕信得过王杰，可是奎伦怎么会知道钦差行程呢？皇上，现在的关键是怎么回复广兴，因为广兴请求拘押奎伦。皇上，微臣认为不能同意广兴。切不说广兴的依据是乐宝的一面之词，即便奎伦有异心，他手握重兵啊。若广兴逞能激起奎伦属下对抗情绪，如何收场啊？这正是朕所担心的。广兴向来爱自作主张，命令松云加快行程。松云有带兵经验，有他坐镇，能够稳住局面。皇上此举英明。朕想让你从侧面问一问王杰，是否向奎伦吐露过钦差行程。朕绝对信任王杰，但是朕必须对奎伦做出判断。参赞大人，大人有何为行动吗？进去说。请。总督大人，你近来和王杰有书信往来吗？没有啊。那就好。大人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出去。他们要把钦差落入贼手的责任推到你的头上。是经略大神。老子根本不知道钦差下来呀。哦，他们是想诬陷王中堂吐露给我情况。混账！陷害老子还要把王中堂牵连上，老子这就找他论理去。哎，老兄，走。哎，我就知道，跟你一说，你准冲动。但是不跟你说吧，我又不放心。沉住气，等松云大人来。我现在倒不担心经略他们，而是广兴。报，大人，钦差大臣广兴到，请。哼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啊！是啊。参赞大人也在。哈，你来干什么？钦差到此，你们就是这么迎接的？哼！四川总督奎伦，你私通逆贼，陷钦差落入贼手，该当何罪？你偏心勒宝，他有什么证据？他没有，我有。王从儿亲口承认，是你向他泄露了本钦差的行程。好啊，咱们马上找王同对证去。看来勒宝没有说错，你果然自由出入湘匪贼首贼营。我小于他们投诚，有何不可？顺便告诉他们，朝廷派下了钦差。你胡说！
王中堂根本没告诉我有青山下来。哈哈哈哈哈！我没有提王中堂，你自己倒先说了。来人，在，给我拿下！别冲动，都别冲动。钦差大人，能否等松云大人来了以后，查清事实再？鬼抓狐，别忘了，这是谁的大营？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奎伦在慌乱之中已经招认，本钦差知道这是谁的大营。你们向四周看看。奎伦，你还想谋反吗？看看你们还是不是对手？钦差大人，你是要搞自相残杀吗？本钦差不想流血，只想让他乖乖的跟我走。别冲动，等松云大人来，自然会还你一个公道的。都退下，公退，老子自个儿走。告辞了。广兴自作主张，唯恐军中不乱吗？皇上，奎伦属下8旗绿营加起来逾2万了。800里停骑，令俄勒登堡一营靠近奎伦大军驻扎，稳定军心。敕令广兴即刻放奎伦回军中，待松云到达。这明白告诉广兴，军中若有骚乱，第一个掉脑袋的人就是他。这松云到达还需几日啊？离奎伦大营不到200里，不过当地连降暴雨，山路崎岖，河水猛涨了。他请求宽限10日到达。恐怕得催促松云冒雨赶路了。哎，戴大人，王中堂，你这是？这个广兴啊，皇上命令卑职给广兴发个800里的停骑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，啊，就是驳回他的请求啊。好，好。陈芒杰叩见皇上。起来吧。这你是为奎伦而来吧？奎伦？啊，不，为乐宝的师爷。他还滞留在京城？已经离开了。奎伦怎么了？你最近和奎伦有没有书信往来啊？没有。皇上为何这么问？广兴啊，把奎伦拘押起来了，依据是乐宝提供的。依据是什么呢？乐宝检举奎伦勾结贼首，向姚之父齐王氏吐露钦差行程，致使广兴落入贼手。皇上派广兴、松云下去，奎伦是怎么知道的？皇上，臣以脑袋担保，绝对没有向奎伦透露皇上派钦差下去的事儿。起来吧，起来吧，朕相信你。如此看来，向逆贼吐露钦差行程的人，只有可能是乐宝。皇上圣明，该如何处置乐宝？不能操之过急呀。乐宝身为经略，经营多年，他的势力比奎伦大得多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广兴传来奏章，说已经把奎伦给杀了。这个广兴愚蠢，
皇上，是不是命令松云火速赶到？传旨给松云，就是在泥石里爬，也得在2日之内赶到。呀！天助我们！松云恐怕只有望雨兴叹了。这一次，全凭精烈运筹帷幄呀，借鬼抓虎之手，铲除异己。其实，这只是陈王爷的一步棋子，更险恶的还在后头。王杰啊，臣在，真让你说中了。若不是松云及时赶到，奎伦底下的总兵真要把绿营兵拉上山头了。看来只有派你下去了。朕想来想去，也只有你下去最合适，既能安抚奎伦手下，又能查一查乐宝这些人。朕担心，他们已经形成了朋党。微臣遵旨。但广兴怎么办？若广兴是被乐宝他们利用，革职令他在军前效力；若广兴也是朋党之一，你替朕把他结果了。皇上，微臣有句话，不知该讲不该讲。乐宝他们是否结为朋党，还只是推断。即使他们真的结为朋党，查处他们的时候，不要忘了，眼下剿逆尚未产功，戡乱还是主要目的。说得对，王杰呀，眼下这一切都是为了戡乱。微臣明白。朕想啊，调乐宝回京。你到了之后，如果一切在你的掌控之中，你就让松云陪着乐宝返京。皇上圣命。大人，王杰来了。在什么地方？已经到了俄勒登堡大营，广兴、松云2位钦差大臣正在大营里迎接王杰。是啊，松云早到2天，奎伦就不至于。其实广兴杀了奎伦，皇上极为震惊啊。恐怕出了这件事儿，奎伦手下的副将、总兵、参领再也不会听乐宝的调遣了。这一点，皇上早已想到，准备调乐宝回京。参赞大人，2位钦差要见王中堂。其实，广兴与乐宝之间似敌似友，他们其中的秘密是你我很难想得到的。其实早在京城，他们就已经暗中较量了。王中堂此话，你慢慢就明白了。王中堂，我和松云大人可把您给盼来了。这里的情况实在是太复杂了，需要王中堂出山才能镇得住啊。特别是奎伦手下的那个总兵。打住！你要是不杀奎伦，就不会有这些烂事儿。王中堂，乐宝已查明，奎伦私通贼首姚之父齐王室，大敌当前，言之凿凿。松云大人又被大禹拦住了，您说我该怎么办？我只能把奎伦先拘押查处，而奎伦的副将煽动不明真相的参领率兵企图劫狱。情急之下，本钦差才不得已杀了奎伦。那你也该让王中堂听听奎伦手下的参将、副将、总兵的说辞吧。我是钦差，那你，奎伦的事儿，待查清再说。
这次皇上极为重视，也非常震惊，所以才派本部堂下来。眼下剿匪戡乱尚未成功，各路大军精诚团结最为重要。你是钦差，去和这些乱兵讲。可他们要找的是王中堂。哼，王中堂，奎伦的绿营兵非常刁蛮，中堂还是避避，卑职去。慢，迟早要面对这些乱兵。皇上，您看臣妾修的盆景。皇上，这王杰的奏折应该前日到，晚了2天。王杰离京了。广兴又捅了个马蜂窝，这一次，唉，这事情很严重吗？不过皇上，您还是放心吧，王杰他是老臣，很有经验的。可王杰毕竟是文臣，这次要面对的是一群乱兵啊！乱兵？这个广兴啊，没考虑周全，就把四川总督奎伦给杀了。奎伦手下的绿营总兵不服。皇上有好消息！皇上有好消息！其中奥妙，只有待乐宝离开。好，回府王杰，即刻着松云带乐宝返京。这。其中奥妙，只有待乐宝调离。广兴乐宝，好，各位大人一路辛苦。乐宝听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今略大臣乐宝领命剿匪戡乱，随武产功，确有辛劳，擢为军机行走兵部尚书，钦此。吾皇万岁！万岁！万万岁！臣领旨谢恩。我怎么也不明白，他乐宝有什么资格擢升军机行走兵部尚书啊？啊？难道我给皇上那几道密书，皇上都没有看到？眼下这情况这么紧张，也都是因为乐宝，他扶持自己的势力排斥异己，这才使得参赞大臣阿勒登堡的人马几次的断粮断草啊！皇上有意调乐宝进京，但这儿的军心还得稳。皇上，只有乐宝离开这儿，才能把这儿的盖子揭开。哎呀，广大人呐，真没想到王杰带这样的圣旨啊！宴贺经略，但未必是好事。哦，你有疑虑？王杰是文臣，从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，为何留下？
而松云有带兵打仗的经验，为何不留下？王杰留下，松云陪着经略返京，难道？一别6年了。擢升军机行走，兵部尚书，你就不用离开京城了。是啊，我费莫勒堡，承蒙圣上的眷拔。费莫勒堡接旨。松云，你开什么玩笑？费莫勒堡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费莫勒堡上负两朝委任之恩，下以征民盗玄之苦。自领命经略大臣以来，广结朋党，排除异己，贻误多次战机。其罪一：诱捕王三怀，诱杀徐天德，谎称生擒，其罪2；诬陷四川总督奎伦，其罪3；着己革除经略大臣，摘掉顶戴花翎，移交刑部议处，钦此。臣领旨谢恩。这才是你应该接到的圣旨。这奎伦的事是广兴所为，与我无关呐。王中堂会查清楚的。有松云大人，这趟钦差辛苦了。德林公公，快去通报一声，就说我……哎呦，就说什么呀？皇上得知松云大人今天到京，一早就在等了，赶紧进来吧。微臣了解到，乐宝出任经略大臣，各路将军督府都搪塞不听指挥。乐宝采用私结朋党来树立自己的威信，这样更导致了他与参赞大臣俄勒登堡之间的间隙更深。至于奎伦，他则更信服参赞大臣，而且几次检举乐宝克扣军饷，导致了他与乐宝之间的矛盾更深。往下说。微臣以为撤换一个经略大臣收效不会很大，要想戡乱尽快铲功，必须撤换各路将军督府。都必须撤换？依靠这些人，恐怕戡乱铲功将遥遥无期呀，皇上。松云啊，你是带过兵打过仗的人，大敌当前，最忌讳临阵换帅。换下经略大臣也是朕考虑再三才痛下决心的。可是皇上，这些人的心思根本不在戡乱上，一个令你满意的都没有。有，参赞大臣俄勒登堡尚可留在军中。俄勒登堡？对，他本忠勇善战，而且战绩居军中之最，并且为官也像奎伦一样清廉。自从乐宝当了经略大臣，经常排斥他。他几次都心灰意冷了。可是松云啊，就算是痛下决心撤换那些将军督府，可是一下子又能从哪儿找到那么多得力的领兵官员啊？没想到广兴这次这么戳的网，谎称有圣旨。王爷，这可是假传圣旨。有了这一条，哼哼，快走！哈哈哈哈哈！经略大臣也来这个地方，哈哈哈哈哈！
你们丢卒保车，抛出我来，以为就能躲过这一难？哈哈哈哈哈！明亮景安也快了吧？你被松云、广兴弹劾，怨不得别人，都怪你自己。哼，得了吧，你不是经略大臣，你跟我一样阶下囚。哼，我知道我不是你们那个圈里的人。跟奎伦、俄勒登堡斗的时候，你们拉上我，其实，在你经略心里，根本就没把我与明亮景安等同看待。哼，王杰下去陷害奎伦那件事儿，王杰不会罢休。奎伦是鬼抓狐杀的，与我何干？进去吧。有了这一条，拧下鬼抓狐的脑袋可就容易多了。嘿，这小子到处磕头碰脑，可毕竟啊，还是按照咱们的想法在进行着。还得看乐宝怎么配合，他得站出来检举鬼抓狐假传圣旨。师爷说，你可得与乐宝师爷说好了，若让我们救他小命，就得献上鬼抓狐的小命。哼，乐宝现在是自个儿着急，要不他白眉赤眼找我们干嘛呀？不过乐宝是贼骨溜滑，他派师爷联络我们，自个儿也肯定在打着小算盘。各得其所，这不难理解。只是这小子他得咬住了。哎，经略，哎，你说广兴杀奎伦时，对奎伦声称他有圣旨，可我听松云说他是先斩后奏，令皇上都措手不及呀。喂，跟你说话呢，聋子了。他到底有没有这道圣旨啊？没有这道圣旨，咱们翻身的机会不就来了吗？咱们一起弹劾鬼抓狐假传圣旨。你是谁呀？是谁派你来的？大人慢用。是广兴派你们来的，还是那个王爷派你来的？广兴不在京城。他不在京城，还有周廷栋替他打点。听你的口气，是那个王爷派你来的吧？哎，是给经略送的酒菜吧？又不是给你送的，问那么多干什么呀？你想让人给送也不难。是真的。也不是那个王爷，我是大人三福晋的远房亲戚。我说嘛，你的声音面相都有点熟悉啊。大人的师爷托我进来。哎，他不是刚来过吗？对，他说大人看着憔悴，托我给大人送些酒菜来。你告诉我的师爷，别让周廷栋与王爷看出他脚踩两只船。好。广兴杀奎伦的时候，真说过他有圣旨吗？你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是说了吗？大人三福晋的远房亲戚，听大人的师爷。哎，你告诉他，这是王爷的要派，甭对谁都乱讲。那就告诉王爷们，广兴当时谎称有圣旨。对，一定要谨慎，也别让周廷栋察觉到他去活动4个王爷，啊。
这是哪个王府送来的呀？啊？什么王府？是三福晋的远房亲戚。我的师爷托他送进来一些酒菜。我怎么看刚才那个小厮，都像是王府的小太监呀？哎，我可跟你说好了啊，你少跟成亲王这些人勾勾搭搭的，陷左都御史于不利啊！周大人多心了，我还不知道广兴杀奎伦是为的谁呀？知道就好，知道就好。左都御史与奎伦并无夙愿，这不都是为了你吗？嗯。这怎么看，都像内务府的东西。哈，周大人，三福晋的远房亲戚就在内务府当差啊。既然合作了，你呢就别再耍那些花花肠子。左都御史来了密信，说王杰试图拉拢景安、明亮这些人揭发经略。我和左都御史都为大人您着急呀。关键时候，乐大人您可千万别站错了队，引来杀身之祸。周大人真的多心了，这真是三福晋的远房亲戚送的。镇元派王杰呀，澄清奎伦这件事，查处乐宝，没成想现在又弄出广兴假传圣旨杀奎伦。假传圣旨，这问题不一下子就复杂了吗？乐宝一直暗中与4个王爷秀里来秀里去。朕今天听他的口气，好像与广兴也是里勾外连。王杰的猜测没错啊，至少在杀奎伦这件事上，乐宝与广兴有勾连。皇上，臣妾觉得，眼下这最棘手的，就是假传圣旨这一出。奎伦的属下副将、总兵、参领，若是知道了，他们一定会上奏皇上杀广兴的。王杰也会。奎伦居官清廉，这是王杰最看重的。广兴好肆意，太鲁莽。朕在想，他为何要先斩后奏？皇上，无论何种理由，广兴都超出了皇上的容忍。这次必须敲打他。有什么进展？见过程王爷，和他谈了广兴杀奎伦时，谎称有圣旨。程王爷听了很高兴，马上找来定亲王、义亲王还有庆郡王商量。他们想要鬼抓狐的脑袋。鬼抓狐是4个王爷的眼中钉，4个王爷是一门心思想要拔了这颗眼中钉。大人若配合4个王爷，那4个王爷就为大人活动，联络其他的王公大臣、旗主都统以及领侍卫内大臣，一起联名上书保大人。哦，王海棠和鬼抓狐算是更进一步吧，可鬼抓狐为了保住周廷栋的命，就牺牲了王海棠。和鬼抓狐比起来，4个王爷更可靠，而且他们是王爷，身份也不一样。皇上，成亲王、怡亲王、庆郡王、定亲王来了。他们4个一起来的？是啊，他们好像在议论广兴假传圣旨杀奎伦的事儿。他们可抓住广兴的把柄，公报私仇来了。看来啊，朕得命广兴回来。这一次广兴真在找死，让他们在前殿候着。这。哎呀呀！得知钦差要回京，我们特意赶来为大人送行啊！此次回京，我可是凶多吉少啊！
你们可得想好了，这些个宝贝很有可能送给一个死人。哎，大人说笑了。怎么都一样？皇上，他广兴这事儿做的的确是冒格子。这些个王公大臣是要逼着朕杀广兴吗？朕还没问广兴是怎么回事，他们就逼着朕下诏杀了他。皇上，您快出去看看吧。又怎么了？4个王爷来了。朕没时间叙旧，让他们走。不光是4个王爷，在京的王爷、护骑都统都来了。